新北市土城发生疑似苦毒囡仔的案件，今日2岁的囡仔互人发现倒伫咧涂骹，送病院急救，医护人员所发现囡仔规身躯伤，而且是昏迷。警方甲社会局调查了后，发现囡仔家己踮伫咧厝，爸母是无咧厝内。警方认定爸母涉嫌家暴，移送地检署，信后互人刑压。暗时9点外，社区的大门开开，救护人员塞担架赶来，无久了，一个查甫对楼顶落来，头前一个查甫人还佫抱一个囡仔。新北市土城某一个社区有一个2岁查甫囡仔，骹手无力，紧急送病院，而且原因无啥单纯。有没有打小孩啊？小孩的伤势是怎么来的？近2天了，查甫囡仔的爸母和警方侦讯，但是发生伫咧18案，查甫囡仔老爸下班倒到厝，看到这个查甫囡仔一个人倒伫咧面床边的涂骹，赶紧叫救护车。因过医护人员发现查甫囡仔毋但是人昏去，身躯顶还佫真侪身骨疤，骹手还佫粉烫过粉裂，赶紧通报警方调查。住隔壁栋，时常3更半夜有听到小孩子不知道是不是被打，就是哭闹声啊。应该正常啊，都有上下班吧，还是进出嘛？没有，他们经过小孩子都很乖啊。根据调查，查甫囡仔本来是外公舅公伫咧照顾，10时才互爸母接回去。因过做爸母的定定甲查甫囡仔一个人留伫咧厝内，一天只甲互伊一罐牛奶食，而且2个人对查甫囡仔受伤的讲法一直变。拄开始讲是面床顶搬来，尾仔佫讲是伫外公的厝内时阵互是大人拍，落尾才承认是情绪无法度控制拍囡仔。昨天晚上已经进行儿少的紧急安置。后续将会提出独立告诉，以维护儿少的权益。涉案的这个老母是新北市一间小学的代理老师。新北市教育局讲，因为接受调查，已经该停职。该代理教师今年2月到职，从2月11日开学至今，在校工作表现正常。目前司法调查中，学校已将其停职。若违反儿少相关法令属实，立即解聘。警方调查，这个查甫囡仔的爸母无把囡仔照顾好，不是第一遍啦。这么认定爸母2个人有重大嫌疑，依照离校法、家暴防治法，一个刑法伤害等罪嫌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